係愛啊！有3個男仔同時間追同一個女仔，個女仔就同佢哋講：你哋出去環遊世界，返嚟之後我先再揀。然後男仔 A 就去咗歐洲、美洲同非洲，男仔 B 就去咗澳洲，男仔 C 就邊度都冇去，因為佢窮到連車錢都冇。3個男仔返嚟之後，佢哋竟然都冇變心，跟住佢哋逐一對住個女仔講自己去過邊度。輪到第3個男仔，佢圍住個女仔行咗一圈，然後話：你就係我嘅全世界。哇！女仔聽完好感動，眼濕濕。最後，女仔揀咗最有錢嘅男仔 A。哈哈哈！飯可以唔食，旅行唔可以唔去啊！